台大風險中心甲台灣世界展望會發布關注民經濟弱勢家庭人員公平調查，發現因的困境包括負擔傷重、家電傷舊等等。民團甲學者攏建議政府愛檢討補助制度甲人員設施的問題。全球受到極端氣候的影響，這幾年熱人愈來愈燒熱，對真濟民眾來講，開冷氣的電錢嘛愈來愈上重。台大風險中心甲台灣世界展望會今年以展望會服務的原住民經濟弱勢家庭發布人員公平調查，發現有要甲一半的個案人員支出就超過收入的10%，有超過57.3%的家庭因為經濟問題電錢換納，多數個案的家庭已經真久到食電，要換新的嘛有困難，造成惡性循環。經濟部的家電汰舊換新補助裡面，大概有將近40%的我們受訪者裡面，將近40%他是不知道這個資訊的。那其中有1成是說，即使我知道這個資訊，那他可能補助3000塊，可是事實上他中間的那個差額，事實上他也是他所超過他所能夠負擔的。台灣世界展望會嘛指出，真濟因服務的個案厝內連水電都無。也有學者表示，補助的政策治標無治本，真濟偏遠地區欠缺基礎建設，甚至無水道水甲雅水的供線。學者以馬考斯做例，這燒水也是用兄柴。不過森林資源受到國有財產法規的限制，袂當凊彩使用。政府就算補貼雅水的錢嘛無效。學者認為，能源處地的建設愛多管法規嘛要對得修正。有一些偏鄉地區，真的連水跟電都沒有。他們還在用山泉水，如果在這個情形下，孩子如何能夠安心的受教成長？原住民族地區不是需要500塊或550塊，或是600塊，或是700塊，瓦斯不會到那邊，所以你補助再多錢都沒有任何意義，反而是需要更多樣化的基礎建設。我講的是能源的取得要多樣化，這是第一個。民團甲學者呼籲政府愛強化原住民地區的能源公平，針對家電換新的補助嘛，愛有更較有路的思考甲調整，嘛要推動節省能源的知識教育等等，或者使族群會當得到公平的照顧。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